歡迎嚟到數碼世界，無意中被拉入呢個不可思議世界嘅係命中注定嘅少年工藤大樹。喺呢度，佢遇到一班數碼暴龍，仲成為好朋友。大樹要同佢哋一齊令呢個世界重獲和平，刺激嘅大冒險即將要展開。數碼合體。多次不惜一切戰鬥過，憑這決心不放棄，已不枉過忠於我。憑我信心覺得不錯，而雙手緊握感覺，發覺每步也步向結果。鬥志發動我像熾火，雷擊般一息間碰上挑戰，要奮勇向前，初心不變，痛錯也嘗過，共每點看昨天。但我心總會再相信，將可看一周少年振作點。無知的恐怖我哪裏都不再見，自信我沒有變，沒有變，能量強大往前。和你手挽手已不再驚嚇，終會結束。微笑可看到這一切將會海闊天空。灰心過，行淚受傷怎好？誰也總回頭才會懂。如這一瞬間你的信心變走失蹤，仍要緊閉雙眼相信感覺，不要驚恐。心怎痛，抬頭望天星空。